如果你係未能成功申請結餘轉戶嘅借貸呢，好可能你就要去下一步申請卡數清嘅借貸啦。一般嚟講呢，利息係會比結餘轉戶嘅借貸呢，利息8至10%呢，相對係比較高。不過咁喎，佢哋嘅還款期呢係可以長達7年嘅喎，但係呢，你就要提供你信用卡結欠嘅證明呢，先至可以申請到卡數清嘅借貸嘅喎。我就問咗幾間唔同嘅財務嘅機構啦，包括 DBS， 佢哋嘅利息咧大概係13至15% 度，係可以有7年嘅還款期。VLand 咧就冇同我講佢哋嘅息率，但係咧都係有長達7年嘅還款期嘅喎。我都經過一個財務公司咧，佢就介紹我可以用大新，就話咧信貸評級比較低都可以申請到。咁你哋咧下一步咧就係要去打俾唔同嘅財務嘅機構，睇下邊一個可以俾到最低嘅利息你，等你可以還清你嘅款項啦。